这位女大学生是伫台南台铁的便桥卡去互随机杀害。学生讲，出代志的这条路的路灯拢无倒，佫警体讲这条路是暗乌的便道。但是市长黄伟哲昨日接受到访问的时阵，讲敢若几拍灯无倒尔尔。学生专工曝出到这几年来这条路暗面网的相片甲影片，痛骂市长推卸责任。这件整件社会命案，学校嘛无照规定做校安的通报。 教育部嘛追究责任，这学校校安中心的主任教官甲校务长请示核准。只有一个开关松脱，那有3到5盏的路灯没有亮。台南市长黄伟哲10月31号受访的这段话，讲女大生互杀害现场路顶敢若有几拍无倒，不过事发学校的学生有人抛出相片影片，讲台南规人区这条路一直拢是乌麻麻。全暗嘞。 只看到一个闪黄灯，而且自2016年开始就真乌，学生佫讲这是暗乌便道，部分学生批评市长推卸责任，其他的学生嘛讲暗坏便道确实真暗。你走那里的时候全暗的，要开远光灯才无法走。面对学生的批评，台南市长黄伟哲回应来检讨，全面的去盘点，在安全性、在便利性，来做全面的检讨。 发生伫10月28号马来西亚女大生的命案，互规个社会拢惊到。伊读的大学的学务处今仔日有备4大活动来纪念女大生。后来气氛是真震动，对这件不幸的事件，校方嘛开始检讨。学务长其实在第一时间已经向我们校长请辞，我们校安中心的主任就是总教官也请辞。 其实女大生命案发生的9月30号，另外一位女学生嘛嫌伊互人带走。 女学生事后有报警，嘛有甲校方通知，不过校安中心却无照规定来通报，教育部会来追究责任。学务长都有了解到这个案子，但未去执行通报，教育部会依照相关的这个规范来予以处分。教育部嘛表示，已经要求学校针对校外危险的所在加强巡逻，每一间学校嘛要针对校园安全实施的要点、保护机制实施计划嘛要来落实，而且和警政署保持联络。专门维护学校师生的安全。